讲到这供电008案，一声也传出营区有问题。中华地检署侦办中部某一个空军联队营舍的太阳能供电工程，最近有去敲34打，发现到6名现役退役军人有牵涉到案件。其中，这现役社团的士官长、退役事业的中校，也有一个乌道中人，甚至是姓黄的厂商，这个人拢涉嫌犯到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，目前是声押禁见核准。国军爆出第一件供电弊案，中华地检署侦办中部一个空军联队营舍太阳能供电工程，初三指挥检调廉政署公布伫新北桃园台中等等34个所在执行敲查，查到6个现役和退役军人涉嫌和恶道斗空，向特定厂商讨钱来护航。现调查考捕法律犯罪所得130万。本署检察官侦办空军某联队涉嫌护航某绿能厂商之贪渎不法案件，在12月3日上午，指挥警调联专案团队发动搜索34处，查扣现金130万元，并通知31人到案说明。检方通知涉案的被告和证人31个人到案来说明，获审29个人，包括涉案的6个空军军职的人员，有4个人是现役，2个人已经退役。其中现役的社团的士官长、退役的事业的中校，和无道背景的社团的中人、姓黄的厂商，因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，向中华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准啊。另外退役的社科的中校是50万交保。现役社长的上校无报请回，其他人分别以10万到50万交保。陈姓被告等4人，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涉犯贪污治罪条例、行收贿罪，罪嫌重大，有串证及逃亡之余，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伫新闻资料进前，拢还未对外来回应。检方强调，扫地令不发，今年8月、10月已经发动2波的行动，拢总羁押9个人，查扣犯罪所得1677万，呼吁涉贪的人员勇敢自首，转做污点证人，会当减轻也是免除极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